新闻先来看进口鸡卵的争议看小，农业部长陈吉仲昨暗伫面册顶头表示讲已经辞职，现在伊嘛虽证实讲院长陈建仁一定准落，今仔是部长最后一日上班，伊出席农金奖的颁奖哦，伫致辞表示感谢的时，伊后甜一时讲袂出话。如果农会有来帮忙处理鸡蛋，我今天就不会这样了。做部长的最后一天，陈吉仲讲出心内话，讲甲大家是笑嗨嗨。伊讲这几年来，甲农会做伙推广文旦真成功。就算讲有中国的金，嘛有甲介绍温和调。最后一个公开活动来参加农金奖的颁奖，陈吉仲致辞讲爱感谢农会照顾农民，是讲甲后更甜。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，好不好？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部长。典礼进前，陈吉仲特别接受联访，心情看起来真轻松。部长重担总算放下，针对外界的这期进口农的流向，伊是无去加解说，敢若讲政策并无唔对，只是无时间对这幕后甲指控做出有效回应。伊会这样坚持要落台，是为了让保利的同仁会当较好做代志。我认为我今天离开了，那或许因为我个人而相关的攻击力道会大幅度减少，所以农业部的同仁一定可以更好好的做事情。感谢总统蔡英文的信任，陈吉仲嘛讲，定定甲总统冤家，不过最后总统拢会尊重专业，连这届要死嘛是同款。过后今日，陈部长就变作是陈教授，要登去中兴大学教册。伫农业部门的7年歌，陈吉仲讲伊家己充满斗志，会当替全台湾的农渔民做代志，伊感觉真骄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